那今天有位群友问我说：“老师您好，请问您的琴怎么表现咪和发、西和哆中间的音？咪和发、西和哆中间没有音呐。你弹钢琴也好，你弹吉他也好，你弹咪和发的时候，那两个钢琴咪和发中间那两个琴键有音吗？它是没有音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轶琴上面咪和发、西和音是怎么弹的。我们来看哈，我们的轶琴它是一个全部半音阶的这么一个乐器，那么这个音是咪音。那我们想咪和发中间是全音关系还是半音关系？它是半音的关系，所以发就在这个位置啊，咪和发。那我们轶琴的西在这个位置，那么西和哆是什么关系呢？西和哆也是半音的关系，所以就是西和哆，这就是西和哆。记住啊，咪和发、西和哆中间没有音，